后来继续来到苗栗，这个大湖第一期的草鱼提早来成熟了。农民讲，今年因为天气热，草鱼的生长期来缩短，虽然是较细粒，也毋过因为温差大甲雨水少，所以草鱼的品质真赞，甜度嘛真悬。介绍嘛甲永年差不多。这草鱼拢用泛红，会使挽啊，人客真欢喜。加拄热的赶紧去挽。今年受到气温较悬的影响。 大第一期草鱼提早生，就现采现吃，我觉得蛮新鲜的。看到现场那么多草莓的，我们就很心动。提早生敢会影响到伊的品质？农友解说讲，气温悬，虽然或者草鱼生长期缩短，有较细粒，不过因为雨水较少，日夜温差较大，草鱼的甜度甲品质还阁袂歹。介绍甲去年差不多。目前价格和往年差不多，刚开始出售就是350的价格左右附近有。 有关品种方面，较甜的芳香草鱼，种的面积比去年有减差不多2成。今年大部分拢是种芳水草鱼，虽然较无遐甜，不过食起来较美味，嘛适合加工。当地农会就示范草鱼冰、草鱼酒，就好介意草鱼的民众会使一摆嚼到开。